2012 DSE 模擬試卷第2部分，認識一個18歲的人。做卷之前，快睇一次篇文章，你會發現佢係記事抒情，咁我哋就要心裏面浮起記事抒情嘅一系列相關字詞啦。另外，呢一篇同上一篇嘅文章題材有啲相似喎，佢哋有咩不同呢？可能都係提問嘅關鍵。事不宜遲，開始做卷。第7題，作者對18歲的安德烈感到極不適應，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睇返原文先啦。原文裏邊我極不適應嗰一度，後面嗰一橛係講到讓我擁抱，讓我親吻，讓我牽手，我走近佢退後，我唔係你可愛嘅安安啦，我是我。從極不適應最接近嘅位置，以及擁抱、親吻、牽手嘅對應字詞，不是你可愛嘅安安，我是我呢一啲字詞呢，我哋都可以睇到答案同 C 不再親昵如昔，追求獨立自主極為相似。每次做 MC 一定要留意，咦，原文嘅字詞原來落到去選擇題係咁樣對應嘅喎，嗰一啲字詞嘅字眼轉換其實都係將來我哋答題嘅時候可以用嘅規範字眼嚟㗎。第8題，判斷陳述句，我哋先睇第一句啊，彼此相愛便不需要溝通，又係睇返原文先啦。原文提到愛係好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嘅藉口，用得藉口即係作者唔同意啦，所以答案就係錯誤啦。第二句，愛可以使溝通變得正常，又睇返原文字詞啦。原文字詞有一句好易令人誤會㗎。佢講到因為有愛，所以正常嘅溝通彷彿可以不必了。呢一句係講緊我哋需唔需要正常溝通，而唔係講緊能否正常溝通。留意是否、能否呢一種嘅我哋叫概念判斷咧，喺陳述句裏邊成日都出現，學生都成日混淆㗎。第9題，第2篇，點解作者話我要認識呢個18歲嘅人，而唔話我要認識我嘅兒子呢？留意下呢一題係一條句式比較題，如果係句式比較題，我哋望一望原文先啦。原文嘅字詞同埋情感到底係點？呢兩句句子又有啲咩分別呢？根據原文，作者覺得同個仔嘅關係變得陌生，個仔似乎成熟咗，唔再係自己熟悉嗰個小男孩啦。咁作者對於呢一個轉變有咩態度呢？文中嘅情況似乎係尊重喎，因為佢提到我失去，但係我可以認識。我要認識，可見作者係接受呢個轉變㗎。另外，一遇到呢啲比較題喺 DSE 裏邊，我哋都會做一個任務，就係找不同。呢兩句句子最大嘅唔同就係一個有提到年紀，一個有提到身份。我哋嘅答案就應該針對呢兩項。年紀方面提到個仔係成熟咗啦，唔再係小男孩啦，或者你話佢有轉變都得。身份方面，我哋就可以提到佢仲係咪我個仔，係咪我熟悉嘅人，定還是我應該當佢係陌生人咁樣理解？再加埋作者對佢嘅態度，你就會可以答晒呢3分啦。因此我哋可以咁樣答：作者認為兒子已經成熟，唔再係小孩子啦，回應年紀咯。另外，兒子已經變得陌生，身份啦，作者表示接受，第3分佢嘅態度啊。第10題，比喻。截至我錄音嗰一日為止咧 ，DSE 都係每一年都一定有一條比喻題㗎，好好留意比喻嘅要求啦。首先，比喻當然係有本體有喻體啦。我哋作答嘅時候要留意本體喻體之間應該有相同嘅詞性，名詞就係名詞，動詞就係動詞，形容詞加名詞，我哋就用返形容詞加名詞去答。另外，佢應該係有一個相同性質㗎，嗰個比喻本質係點，我哋嘅答案都應該係有相類似嘅字詞。睇返原文，疼痛的傷口係形容一個受傷嘅情況。文中跟父母無法溝通，雖然心中有愛呢一句就最傷人啦。我哋可以將佢變返做形容詞加名詞，並且係指向一個痛苦，就會變成有愛卻無法溝通的痛苦，既可以回應佢嘅本質，亦可以回應佢嘅詞性。至於第2個比喻紗布，我哋又要睇返佢嘅性質。紗布有咩用呢？係用嚟包裹傷口㗎，而個傷口係有愛卻無法溝通的痛苦啊嘛。如果我哋去包裹傷口，即係解決有愛卻無法溝通的痛苦呢個問題啦。所以我哋個本體就可以譯做有助溝通的方法啦。紗布係一種工具，所以我哋用方法去答。有助溝通就係用嚟回應紗布嘅本質，處理傷口啦。第11題。安德烈嘅生活態度3分玩世不恭，5分認真。我哋要揾具體例子喎。留意題目已經講到明要揾具體例子。如果我哋冇辦法揾到例子，當然係0分啦。
完全照抄例子整句咧，其實都係0分㗎。咁我哋要點做啊？當然就係要抄關鍵詞，不過我哋要改寫佢嘅句式。改寫句子通常有好多方法。第一個方法就係問號變句號，將疑問句變陳述句。第二個方法就係有引號變冇引號啦，將佢由直述句變轉述句。另外咧就係我哋將啲句子嘅字詞，如果佢係唔夠完整嘅話，或者唔夠意思、唔夠概括嘅話，我哋將佢稍為修改，又或者最後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改變句子次序，證明我哋唔係照抄啦。睇翻原文先啦，玩世不恭係嚟自16、17、18段呢幾段嘅。咁裏邊第一個部分抄關鍵詞，你會見到文風草率不夠具體，拖稿都可以抄噶。另外改寫句子，將寫作當玩，我哋可以改成將寫作當遊戲。4兩撥千斤可以改成戲言開玩笑。另外老兄因為要賺稿費，直述句變轉述句，我哋變成佢向其他人嘅回答。咁我哋就可以出到以下呢個答案啦。你可以寫讀者問安德烈為何可以這樣跟母親溝通，他以開玩笑的口吻戲言說是為了賺稿費。改寫句子加埋直述變轉述，或者係抄錄字詞再加一啲改寫，批評安德烈文風草率，寫得不具體，把寫作當遊戲，咁樣都可以噶。5分認真方面，我哋可以留意下文中係有一啲可以抄錄嘅字詞噶。專欄足足寫咗3年，但係堅持呢一個部分係可以抄嘅。至於改寫句子方面，可以用呢一句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我哋可以改成堅持到底完成專欄，稍為改變少少句式或者係改變少少用字咧，其實個意思就可以準確地展示得到啦。因此我哋喺寫嘅時候可以咁樣寫：安德烈在寫專欄的過程中，雖然有多次拖稿係抄嘅，但都堅持到底完成專欄，就有少少改寫啦。第12題。作者喺第1篇之中以不必追講對人生嘅體悟，第2篇就話自己花力氣去維繫母子關係。題目係看法矛盾題。首先我哋要記住，逢係問到作者嘅意見是否矛盾呢一類題目，一定唔矛盾噶。作者自己喺文章裏邊俾得你做嘅閱讀理解，點會係矛盾呢？所以一定唔矛盾噶。咁我哋當然要判斷點解唔矛盾啦。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咧，我哋都要思考噶。呢一條題目係全篇嘅最後一題，通常喺閱讀理解裏邊，佢都係同主旨有關嘅。所以答嘅時候留意答題步驟，除咗表達我哋嘅立場，認為佢唔矛盾，我哋一定要比較呢2篇文章裏邊不相同嘅地方，但係一定要同主旨有關。扣連翻主旨，再研究下點解佢哋係唔矛盾。主要我哋係要揾翻個比較點出嚟。比較點方面，通常我哋萬能 key 就係一啲不同情況啦，佢哋嘅層面唔同啦，佢哋指緊嘅角度唔同，對象唔同，或者佢哋面對緊唔同嘅情況等等啦。我哋答嘅時候，首先可以指出第1篇呢一個不必追指向嘅中心思想咧，係講緊人生中面對嘅客觀情況。第2篇作者追求嘅就係關係上面嘅維繫，關係維繫同客觀情況係2個唔同嘅層面。跟住我哋再仔細解釋佢同主旨嘅關係啦。1篇係不應強求永不分離，1篇係希望同個仔重拾親密嘅關係。我哋講到佢2篇係唔同嘅情況，指出佢2篇嘅情況不同之處在哪裏，咁樣咧就為之有比較點啦。呢一篇認識一個18歲的人，我哋講到呢度啦。希望我嘅講解可以幫到大家知道做閱讀卷嘅時候要注意啲乜嘢，記啲乜嘢，同埋分析啲乜嘢。下一次做卷自然就會更加得心應手啦。